随着这强烈的冷气团影响，各地头是拢冷机机。伫花莲基内北方呢，这个向东这条路线传出有一个人死亡，16个人掉伫遐的这个山难事件。所救人员正咧抢救当中。那这新铁关的尖石乡也有不少居民因为低温开始伫咧大气喘，甚至是这兄茶下小时阵无细力去烫着。目前合欢山、含玉山拢一直咧落雪，寸步难行。这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是呼吁民众，若准无必要，暂时莫上山。山顶白茫茫，一个58岁姓李的男性山友带团爬基内东陵路线时失去联络，17找到时已经无生命迹象。该斗阵的16个人掉伫山厝，连搜救行动也因为真歹天气而受到阻碍。花莲县消防局搜救队挺进黑水塘山屋，因天候不佳以及积雪过后，等待天气好时挺进事故地点。受强烈冷气团影响，那传出山难的事件，伫真偏僻关山的新竹尖石乡，真侪民众因为低温、下骨发作、感冒，也是小茶行小时去烫着，互当地秀兰卫生室医护人员是真无用。虽然有人因为气温低掉伫山顶，也是破病，不过也有人对真远来看雪。从台南出发，夜冲。半夜就冲来了。有人带狗仔出来看雪，也有游客，大家斗阵躺北梯伫雪地内底翕相。合欢山甲玉山这2天变做白色世界，每领4个看到看雪游客，也过山顶意愿真寒。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，若无装备上好莫上山。上山务必携带冰斧、盐盔、冰爪。那如果没有这些装备，请不要上山。当机具伫路边轻度积雪，有即阵玉山的部队因为积雪较会骨，经过时阵有一定危险。管理处也搁再呼吁，非必要莫上山，以免发生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